出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我和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国情常在咧招你探讨，讲俗语讲斗句，自然就好记。啊，若唔是俗语嘛，听好讲斗句呢。国情啊，今日咧讲啥？我咧讲真济台湾话趣味的元素，原啊顶下句会小斗句。你像讲我少年时，有影看到册。课本啊，掀开头就重。阮老母拢讲我读册，愈读愈册。哇，顶下句毋但敢若斗句，搁共音。读册迄个册，咱拢知影，课本就是册音。啊，我课本掀开，心头就怨册，就册心。下句即个册，就是咧表示讲安尼，足无介意，足毋愿，足安尼看到册，人就赢，安尼叫做愈读愈册。共音讲斗句，互你好记，这毋是咧劝人道理的俗语话，这是单纯咧讲趣味。啊，外含你敢知？我一年读大学，读到差2学分就落地，就退学。我来去高声教授讲，顶学期你分数加甲我补淡薄啊，下学期我认真加倍读行李。教授心肝软，我来甲我点头。这个代志，去互阮老母知尔，讲国情啊，你是一领家财，这2、3时惊就无代志。这句原来毋是俗语，原来毋是咧劝人情理的，这原来是单纯顶下句讲趣味的尔。咱明明就要讲惊就无代志，5字就会当解决。但是为了要斗句，互你好记，头前读一个数字讲这2、3时，这无在条解说呢？这2、3时啥意思？无啦，无解说，敢若是要甲字斗句，互人好记尔。啊，就是经过迄摆，我才觉悟。知影讲，咱若有心做牛，毋惊无犁通好拖，人就爱认一路，骨来去犁。我才发觉讲，我对别项较无兴趣，对研究台湾话较有趣味。毋则今日徛伫遮，用我浅浅的学问知识，招你探讨研究解文说理。所以互我高情，楼顶招楼骹，阿母招阿爸，小宝来看这个节目。国情常常咧讲笑。讲我咧做这是兄弟节目，袂输敢若人咧卖兄弟茶咧。用国卡油，用国拗慢的，叫你一定爱看。啊，即句原来讲趣味的言语，楼顶招楼骹的骹，阿母招阿爸的爸，骹甲爸讲斗句，互你好记。总共一句就是拜托你，亲情50囝日时节，厝边头尾招来看解文说理啦。